哦，也不是。我们需要过马路啊。车这边，谢谢。各位朋友，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路标 ，Wall Street， 华尔街。那么这里就是华尔街了。华尔街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河边，这条街叫华尔街。那么这里是华尔街的起点 ，Trinity Church 三一教堂啊。那么三一教堂不说别的。它是在这块拥有一块很大的地，地址里面呢是很大的一块地理是属于这个三一教堂的，所以这个教堂就是很有钱的。那么三一教堂这栋楼呢，曾经也是纽约的地标，也是最高楼，在没有钢铁的年代啊。那么三一教堂我们一般叫三位一体啊，故意就是圣母圣灵圣子三位一体叫三一教堂。那么这个是华尔街的起点。那么其实呢，和我们美金有关系，美元有关系。10美元上面的人物呢，10美金上面的建筑不是这个啊，但10美金上的人物叫做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，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，开国之父之一，他就是埋在那个小墓地里面。对对，那他很有意思啊。这个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，他帮助美国建立了美国的国家信用体系。那我们说，一个国家的货币，在世界上流通，看这个国家的信用，对不对？那么别人那么他帮助美国建立了美国的国家信用体系。那么他是怎么去世的呢？在早期呢，他是和别人他的竞争对手决斗而死。以前的政治选举呢，不像现在的这川普和拜登这两老人互争，对不对？以前你看我多少，我看你多少，咱俩去决斗，把打决斗，他被人家打死了。对，当时呢，他只是以为他的竞争对手，他其实他的竞争对手并不想打死他，那么是他的工作引起他的误会，也真的他是这样打想打死他，因为经常会这样打。可惜的一位人物，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，在10美金上面的人物。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啊。
对，这边是挖穴，然后我们这边啊，站在这边吧，这里没有晒到，没有太阳，大家探索一下华尔街，不是一个太阳。交易所啊，这个大去年3个啊，这栋楼在这里。那么纽交所它的市值呢有6万多亿美金，6万，million dollar啊，million dollar啊，6万多亿。那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的 GDP 啊，美国的 GDP 差不多是26万到28万亿美元啊，但是它花钱的债务已经超过30亿美债花钱多。那么中国啊，大陆的 GDP 呢是差不多18万亿美金啊，所以大陆速度很快啊。那么但是只有这个纽交所它每年的交易量达到8万多亿。那么，为什么这里纽交所会在这里呢？实际上，美国第一个关于证券国家交易的法案叫不同法案，就是在这里签署。当时这里是有一头不同条叫巴顿布，是在这里签署的。那边是有一块不同证，当时是几个商人做棉花贸易的商人，他们彼此之间签订了一个条约，就说我们之间发行一种债券，这种债券呢可以彼此相互交易啊，这是这样早期的形式。那么这个梧桐树没有了，但是那边呢还有一棵小树，那边那个小树呢我们一般叫做摇钱树。为了大家等于过去可以的时候，一定要和那边合一个有对，那边小树在那里啊，很小的一棵树啊，在那里一个摇钱，我们叫摇钱树啊，所以不要错过了。那么除了西里呢，就是那个小树楼，这栋楼呢就是联邦大楼。那么1785年这里我们纽约的当时美国的首都来着，做了5年的首都。那么乔治华盛顿在那里发表了第一次就职演讲啊。那么可以说4栋楼呢是当时的国会了啊。那么乔治华盛顿就在那里发表了就职演讲，所以那边有一个华盛顿总统的雕像在那里。那么人们经常说他就是在那里点出了第一个预言，就是说啊，美国这个帝国从那里开始啊。那么确实啊，美国的帝国确实从这里开始啊。那么光说这栋楼呢，刚才说的这栋楼有蛮多小窗户的啊，还是很高啊，差不多到这栋楼的1半啊。这栋楼呢就是美联储，那么上面有个金库，对不对？那么6000吨的黄金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吗？不是啊，美国国家的黄金储备差不多8000多吨，那么不是在这里啊，好像是在我们中国那边，也是在那边，我有点地址有点乱了。世界上3大金库有2个都在美国，一个就是美国国家金库，一个就是美联储来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英国伦敦的那个大那个白金汉宫，白金汉宫。那么这个6000吨的黄金呢，并不是属于美国这个国家的，而是属于全球82个国家的，包括中国、印度等等其他国家。那俄罗斯的黄金已经拿走了，在打仗之前3、5次拿走啊。那么因为这里是国际的金融贸易中心，这里呢每天会有大量的金融贸易产生，所以呢它需要国际货币。那么
黄金 OCOS 国际货币，对不对？那么在二战之后呢，美国就是通过一个叫做布雷顿胜利宣言，一个布雷顿胜利宣言，就是黄金和美金挂钩啊。那么当时的就是黄金美元这个就是黄金以美元而计价啊。当时呢，差不多是一盎司的黄金可以换30美金，但是现在是多少？1盎司美金有2400还是2900，2800了，哇赞啊！那主要是因为在二战之后的布雷顿胜利之后呢，那么黄金的那个美元的计算速度太快，黄金的产量跟不上来，所以这个体系就解体了。那么怎么办？美国去到了中东，阿拉伯这些国家签订了石油以美元计价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石油美元体系，那么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体系有点看要不好但是依然维持。那么现在我认为美元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呢，主要是美国国家这个国家机遇还在这里，人们还是相信它这样的国外，人们还是对美国的信任希望，所以说它依然是国际货币80%的国际货币是有交易，那么剩下的就是其他政府国家的欧元成绩。那我们去到永交所门口拍拍照，好不好？Oh, sorry.等一下，后面有人。我们先一起拍，然后把你的。好了，没有关系。OK， 我们7号车一起拍一个照，好吗？好，祝大家发大财。最好的意外就是一定发财。那是不是有人家蹲的？对，蹲下来半蹲更难，更不舒服。拍到吗？我们现在点。好，谢谢。留下来，这边片。等一下，旧金山的留下来。这边片。留下来。对，好，我们说拍的蹲下来，恭喜发财啊！恭喜拍的蹲下来。OK， 我数1、2、3 ，1、2、3，恭喜发财！摇钱树，摇一摇，这个叫大涨，别人都没有摇啊，没有，你们都没在摇啊，屁股要摇一摇。还是摇啊！
啊啊，半藏。好好。好，我们7号车。谢谢。5号要干嘛嘞？哦，就这样。对，面向这一边，面向这里，对对，这边照。大家面向这里啊，对，恭喜发财。你把我的话讲出来了。跟着前面走，我垫后。跟着前面走，我垫后啊。哎，对啊，直播，啊，等于让大家看。你咧用啊电了无？正着水无电啊吼。对啊，我去你车顶就车去。啊，无这一些就掉掉了。对，阮昨食咧，个暗嘛拢无电。我无电啊，对。难得这一大堆人出来。哎呀，自拍的哈，真好嘞。啊，你都等下当找到看。系啊。有当时啊，你看这边看那边，啊，miss 掉的。系啊，对啊。总这样，我们要录不了。
，baby，baby。我们上车了，我们可以上车。哎，车子来了，车子来了。挑队啊！放牛吗？排队去拍，排队去拍哈，没问题。八百几米啦，这頭個咩人呀？來就麻煩啦。業者都有來到啊。OK， 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到了。OK， 1 2， 1 2 ，OK， 谢谢。留全景就比较好。谢谢。上面吧，这样才载得到你啊。摸一摸，摸一摸不拍照。哎，对呀，摸一摸我哪里讲？老公到厨艺有，好帮个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马哥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你啥人的头？哦，好好，都没有照，我帮你照。哎，你谢谢，
有去碰我，我跟你讲。我。这屁股呢？我紧啊！要不要。真热。然后导游啊，无钱啊，找一找。这真正见笑啊，大家很卖家。